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济的治安的事件来传出，苏贞昌操还总统来还忧。去年这个夜店舞厅不时都有人来起相拍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当时就正生气，来呛讲，若搁拍，就要甲警察局长甲换掉。苏院长早起来参加着警察防疫尖兵的表扬活动。 感谢完警察了后，再一次来炮轰，讲这个10天内就发生2件枪击案，甚至有人伫舞厅的门口杀死人。伊讲总统担忧伊烦恼，就惊这个治安的事件会互警察的形象真难看。 去年酒店的员工对轿车一直卡，当时行政院长苏贞昌就生气啊，讲特种店的门口若搁发生冤家相拍，就换掉地方的警察局长。最近冤家相拍代志有够多，苏贞昌顺利台顶拍破表扬基层的服役警察，不过最后嘛是讲，我也要讲几句丑话。总统昨天表示非常忧心，我感到很难过。笑容收起来，国共党委无视国家的法律。 还来开枪，甚至于10天开2次。我过去就讲，在夜店、在舞厅发生的治安事件，局长要负责。我不愿意再讲第2次，但为什么同一地点，去年11月我才讲过1次，又发生？ 打架都不可以了，现在还在舞厅门口砍死人。这场表扬活动，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警政署长陈家钦拢有到场，苏贞昌无得客气，使得整个警察形象就被抹上一笔难堪。伊嘛讲，敢是警方对相关的治安消息无掌握，无嫌犯者才唱手，就希望讲警方拼治安，和民众安居乐业。